今日係2025年5月13號星期二，亦都係花地瑪聖母顯靈嘅紀念日。今日嘅靈火運動為大家提供嘅聖言金句係出自路加福音嘅第11章第28節。可是那聽天主的話而遵行的人，更是有福的。今日嘅讀經一係聖若望福音嘅第10章22至30節，係講述耶穌教導我哋，凡係跟隨佢嘅，必得永遠嘅生命。今日嘅靈火運動為大家提供嘅默想內容如下：曾經同一位公教青年人對話，問佢如果係一位無神主義者，又同佢親歷其境，見到花地瑪聖母嘅顯靈，太陽喺度跳動嘅時候，會否相信上主嘅存在呢？嗰位青年遲疑咗一陣，佢話：如果係心硬嘅人，就算奇蹟出現喺眼前，佢亦都唔會相信。我諗深一層，青年人嘅說話並唔係冇道理，因為聖母曾經喺花地瑪顯靈嘅時候，同3位牧童呼籲世人悔改，否則就可能發生另一場更大嘅戰爭。可惜嘅係，世人嘅貪婪同暴戾，促使另一場更血腥嘅第2次世界大戰發生。世人對聖母嘅忠告置若罔聞。而家國同國之間開始咗貿易關稅嘅紛爭，經濟小國同埋發展中嘅國家，人民首當其衝，糧食價格不斷飆升，經濟較富裕嘅國家嘅人民都唔見得好過，有機會進入經濟衰退，世界嘅貿易同埋經濟可能會發生失序嘅情況，戰爭亦都有可能爆發。時代嘅徵兆出現咗，世人願意悔改，遵從福音嘅精神去生活嗎？今日嘅福音，有人同耶穌講：懷過你的胎及你所選給的乳房是有福的。耶穌卻話：可是那聽天主嘅話而遵行嘅人，更有福的。聖母瑪利亞嘅偉大唔在於佢係耶穌嘅母親，而在於佢嘅謙虛同埋遵從上主嘅旨意。聖母喺領報嘅時候，唔知道做一個默西亞天主子嘅母親係如何艱巨，卻明白到奉行上主嘅旨意係重要嘅。個人嘅悔改就係唔以自己嘅利益為前提，但係以上主嘅意願為依歸。假如主耶穌喺我當前嘅情景，佢會如何選擇呢？耶穌會如何去遵行上主嘅旨意？你又係否願意讓位俾耶穌去替你做決定呢？今日嘅祈禱和反思如下：仁慈的天父，求你派遣聖神賜我分辨你旨意的能力，因主耶穌基督之名而求。阿曼。願天主祝福大家。